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规个台湾是拢温度正加寒死死。就医生讲呢，最近有民众使用这充电的捂烧包甲安去困，想袂到困起来了后出来烫伤。另外，气象署也针对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特别是今暗时到明仔载透早，低温可能是伫10度左右。冷气团的影响到拜四，不过这水汽有较少挂，关山就较袂落雪啊。太平山无帮忙，关键平台甲部分路出现结霜，全山天气温降到0度，暗过水汽无够无落雪，上山足些游客明显就较少咯。游客也有上网搜寻啊，因为这波属于干冷有没有？然后降雪可能几率不高啦。气象署表示，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全台气温一直降，尤其初七暗时到初八透早特别寒。佮针对北北基桃顶6县市发布甘色电科警示，白地低温可能无到6度。新竹市、苗栗县、台中市等11县市发布黄色电科警示，白地气温可能干到10度。主要的地位大概是以高雄以北、东半部的宜兰、花莲，另外就是金门，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，可能局部空旷地区会有10度左右或是10度以下的低温。近期冷气机未少人准备保暖的物件，不过医师提醒，最近已经接到真济件民众将充电暖包长时间搭伫身躯使用，甚至搭咧困，起床才发现皮肤烫伤。睡着的时候呢，这个接触皮肤的时间太过于长久，导致于说这个热的效应，那个能量累积太高，导致于说皮肤软组织造成的烫伤。医师表示，充电暖包是长时间加温热源，温度虽然无悬，不过无建议长时间接触皮肤。伫台东有一位真百岁真水苏女士，为了让老大人伫冬天洗身躯安全舒适，特别换一台洗浴机，互长照起顾。我希望长辈有个尊严的沐浴的时间，让他们洗澡是舒服快乐的。气象署表示，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升级到寒流记录较低，主要原因是台北透早云层较济，或者冷气无够强，有5到拜5透早，大陆冷气团减少，气温才会小可回转来。不过隔天有一波冷气团入南，半日进前全台各地早寒有关爱注意或者冷气低温，出关时阵爱穿好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